新聞頭家先來看這伊朗甲美國達成協議，在咧以色列甲黎巴嫩停火這段期間，完全開放荷姆茲海峽。這個消息傳出來，國際就以為介紹就隨落一成。歐美股市也隨大起，美國三大指數上濟起1.8%，歐洲的股市起2%。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在社群平台宣布，在以色列甲黎巴嫩停火期間，荷姆茲海峽完全開放，讓所有的商業船會當過。美國總統川普也公布在網絡頂答文宣布這個消息。This will be a great and brilliant day for the world, because Iran has just announced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fully open and ready for business and full passage. 歡喜慶祝的，除了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現場聽川普演講的民眾，也有各國的股市。美國道瓊指數起差不多1100點，起碼1.8%。標普加納斯達克的起碼也分別有1.2%加1.3%。在歐洲方面，是以西班牙加德國股市起碼差不多2.3%上濟。法國的起碼也要加2%。英國股市的起碼是0.97%。主要原因當然就是荷姆茲海峽恢復通行，和國際油價貴的降落。美國西德州原油跌到一桶84塊美金以下，跌幅超過11%。英國北海布倫特原油介紹一桶90塊美金左右，差不多跌9%。What we'll see is more of an oil price that's probably in the 70s. Maybe depending on what's happening geopolitically, it could pop up into the 80s. But I'm hoping the days of $100 oil are behind us at this point in time. 英國牽動這款經濟指標的關鍵因素，就是以色列加黎巴嫩停火，在10天的期限了，經濟如何，也有正大的無確定性。另外就是美國甲伊朗的談判內面，更加關鍵的核能問題，也個超袂好勢。伊朗堅持未交出已經提煉的濃縮鈾，美國方面是講無排除會用搶的，而且美軍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依然繼續進行，讓伊朗正不滿。公視新聞，徐嘉玲編輯。